日本、澳大利亞、沙特，麻煩你哋啦！今晚好威啊，3隊都贏晒，一定要壓住頭3個位。我哋中國隊啦，唯有希望6月份啦，要擊敗巴林同埋印尼啦，取得第4位，參加附加賽嘅啫。講真，幾日後啦，杭州對住澳大利亞，我不敢再心存希望啦，狀態實在太曳啦。今日呢場波啦，我哋再去到沙特啦，輸0-1，絕對算少啦。重點以下幾個，首先咧，我哋唔好太責怪啦林良銘啦，因為上半場45分鐘啦，佢魯莽大意起腳過高啦，係傷咗啦。第一回合入我哋2個波嘅後衞卡迪殊啦，係傷到立即白車啦，要送入醫院㗎，我哋祝福佢啦。咁而打少過之前啦，其實上半場中尾段啦，中國隊體能啦大幅下滑，出率啦亦都減慢啦，變咗沙特咧撳住嚟打啦。上半場沙特咧起碼有4個黃金機會。有2個啦唔好彩，一個門前啦意外手球，一個波中楣，有2個波啦黃大雷好嘢。事實上啦呢場波啦，我選咗隊長黃大雷啦係中國隊嘅最佳球員，因為佢啦我哋輸多幾粒都得。上半場我哋已經唔夠力啦，唔好講下半場啦，更加整個下半場啦10人應戰噶嘛，所以其實沙特都幾怪㗎，佢哋一路攻唔入第2球啦。講真，我覺得佢哋有10分鐘啦。啲咁多兄弟想猜個波啦，係入到第2粒㗎。但係到63分鐘啦，有變化啦。中國隊咧一路到尾段咯，換多咗3個人，全部都啦防守換進攻。原因係咩咧？因為今晚輸波印尼同埋巴林啦，得失球差-7啦。中國隊唔再失波啦，就-11。咁當然6月贏晒佢哋，梗係掂啦。但係贏唔晒，又或者而家榜首3隊有啲咩玩嘢，要計得失球差啦，我哋就好唔着數啦。所以預計咧喺杭州對澳大利亞最好嘅計求咗1分和波啦。但係如果好似今日咁啦，又失波，佢勢唔對路啦，要雲高域可能繼續都係用今日咁嘅狀態，得失球唔好繼續蝕底。另外咧士氣要維持住啦，6月先打啦2場嘅生死戰，呢條數咁計啦都唔係傻。咁換句話講啦，喺杭州黃大雷隊長啦，要繼續有表現。2蔣光太拉到大髀底肌肉，應該復原到啊。保守韓鵬飛啦，有料到啦。咁另外啦，今日黃尚元啦喺防中位置打得好曳，又係冇狀態嘅，所以咧防中呢個位置啦，對澳大利亞嗰陣時一定要搞掂。咁而林良銘停賽嗰位啦，應該就會俾咗啦拜入拉莫，到時麻煩你啦。乖乖地做個防守性嘅前鋒，因為今晚嘅輸波嗰個波啦，同佢喺自己嘅右閘位咧失咗個波啦，都有幾直接嘅關係㗎。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，我哋都繼續為我哋中國隊加油。今日到時去到杭州啦，傑佬啦會帶隊去到睇波㗎。到時啦，我一定會拍幾段片啦，同大家分享啦。最後嘅結果，希望中國隊攞到分。